25三分。家姐做咩話？你覺得？講乜嘢？成個大家姐咁，我唔好意思出聲。我係啊，你將我打出同唔係我咧，咁你點辦？關我咩事？關我咩事8秒進攻睇唔到啊，5秒進攻點講乜嘢，3秒進攻。 ？13分，仲有3分，係關你事啊！你唔係拍邊隻寫都拍，寫咗平時。佢哋兩個鬧嚟鬧去。助攻明，所以更加要幫手啊！你睇住打交啦，佢兩個打交關我咩事啊？佢哋兩個情侶打交可以點講？情侶啲事係唔可以有第三者介入，我亦都唔願意。我真係話多一定要幫手。幫咩票？咁你係老細嘛？我唔唔係。關事㗎，我哋一齊依家首先，佢哋兩個唔應該將佢哋嘅私人情緒同恩怨帶呢一個。8秒進攻，跟同講啦，2號3分，識唔識球員？請入。其實係要㗎。試下27。而家要啊！而家要人咯。深色進攻時間14秒。我會話師兄有陣時好，清楚。換人。射！射！耶！終於有啊！今季第一球係。應該啊，可以傳到啊，你唔好卡嘅。36分鐘啊，冇咗。我以為佢冇咁快，唔係我以為會冇咁快傳到嗰邊，點知傳到嗰邊。執到你啦！明浩3分，中唔中？第二球 career high。哇！你係睇球數定係睇 percent？幫佢啊！係。如果撞咗咪10%。明浩3分撞，1號就中。如果大家都係咩條校隊要報嗰隊？冇人同我播，冇人同我播啊！射閪㗎！失咗鐘啊！飛收曬隊。係啊，收曬隊啊！14進攻2分，進攻1，明浩2分，防守20。佢哋一轉曬。
槍球。我驚你哋睇到瞓着，你都未入晒啲波。8秒鐘，使唔使升球員？2分18咗先，3分鐘啦，係啊，14咪5分鐘冇用，好似咁打咯，咁咪抹。使唔使升球員啊？入樽。percentage 唔同。邊個啊？出嚟射3分。要啊！出頭先啦。32分就冇。咁如果佢射咗好多球，但係佢嘅球數係高過入得比較多嘅，高過啲撞喎。佢長期射100球，最呢個，因為最高對最高。使唔使升球員？深色2號42 18分。翻工就幾開心，又可以傾下。時間2分鐘。又唔使聽人嗌交，冇啦。要3分啊！我2分踩晒喎，唔使2號。幾唔同。原來咁。會唔會用咩名？我冇嘢。我相信咗我我開唔到話題。0號3分，開唔到。助唔助攻2號？開唔到topic。我有。分半鐘。42 2分仲。我翻工咧，我發現自己要兼顧嘅嘢多咗。3分鐘啊，明顯冇咗。佢要勁嗰種，誇張，佢上頭，佢想贏，轉咗俾100蚊。跟住話咩？最後1分鐘。大家聽到。 2號進攻，2號出嚟，第四射手都係2號。50秒。40秒。最後30秒。比賽結束，比數45對58，深圳勝出。有請深色球隊對面分班前面入波上，唔該。